愿耀法伫患难的日听你，愿雅各的上帝的名安置你伫悬的所在，对圣所帮赞你，对錫安扶持你，纪念你一切所献的，接纳你的烧祭，照你的心所爱的予你，成你一切的计划。愿要因为你的救恩来唱歌。愿要奉阮上帝的名来徛旗，愿耀华成你一切所求的。请咱来吟圣诗第27首。我主上帝。请咱起立。请咱做伙来念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。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公堂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
永远的活命。阿免，请坐。请咱来掀开圣诗后面，启应文第33篇。启应文第33诗篇139篇。上主啊，你有监察我、捌我。对真远，你嘛看画出我的心思。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你已经知我要讲甚物。你亲手保护我。遐尼关心超过我的了解。行到倒位，我才会多想你。我落阴间，你嘛伫遐。也是去到日落迄边。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。叫暗暝甲我压榨。暗时亲像日时遐尼光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。我若要算，比海沙较侪。上帝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我的心思。求你指点我，互我无行歹行为。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你的恩典满满，保守阮一礼拜出入，互阮搁一遍来到主你的圣殿，要伫遮来敬拜，要伫遮来学罗你。主，阮要伫聚会大声游玩，成主你来认罪悔改。我伫跑走天路顶面，检测阮有时阮的心思意念，阮的言行阮较爱世间，较赢过你。较听叹阮家己肉体需要的做，求主怜悯赦免阮的罪过，借着主要所给的保惠，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过，拆消一切过失，除去切咒诅无下主之的罪。恳求圣神充满灌压，互阮的堂教会和睦合一三听。主你圣神加倍充满束缚，伫根治牧师夫妇的服侍。你的圣神犹原加倍充满束缚伫阮的长老、执事、阮的同工、阮的区长、组长的服侍。主你圣神坚固阮的手所做工。主阮感谢主你赏赐阮的堂教会，互阮徛起伫遮，恳求圣神帮助，互阮的教会伫遮会使成做一间宣扬主你福音的教会，互阮成做社区的帮站来应神约定。主你圣神犹原保守带领阮今下早的聚会，也互阮会使对阮牧者来的启示，会使更较明白主你的教示，也透过牧师的教导，也帮助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互阮伫日常生活中间，会使常常来亲近主你的话，常常有机会别人来传福音做见证，互阮的所做拢会使成做主你欢喜的囝儿。也阮感谢你，阮也特别要为着病痛兄弟，搁一遍来献上代祷。主，你是耶和华拉法，你是伊哋的神，恳求主你赏赐互用信心来去掉着你。主啊，阮为着拄着即个家庭有死失的献上代祷，恳求主你的圣神来怜悯安慰因。
也恳求亲爱的主你保守无够来阮中间的兄弟，虽然因出外，犹愿恳求主你的圣神保守带领因。主阮将今日在主会完全仰慕交托，祈祷感谢，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，阿免。请咱来看圣经，伫马可福音第4章第26节到34节。马可福音第4章第26节到34节。佮讲，上帝的国亲像人也正伫地里，暝时困，日时起来，迄个种子发佮渐渐大，伊毋知迄个所以然，地自然生米，起头是黄，后来有水，佮后来水就结成五角，五角已经熟，就用筷仔。因为收割的时到啦，佮讲上帝的国，咱要怎样来批评伊？也是用什么譬如表明伊啊？是亲像一粒挂菜籽压落地，虽然比地上百项的种子较细粒，若是已经压落去，就发生渐渐较大，伫隆重的菜色。佮发出大枝，滴到空中的鸟为歇伊的荫下，用做做亲像即号的譬如，传道理互因，照因所为听的，若无用譬如，就无甲因讲。到单单学生甲伊伫个时，就拢总甲伊过明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去行的人。下面献诗，圣歌队今仔要献诗歌是一步一步。
面正道，向会明白上帝的律例甲掌权的，请牧师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当阮点一只，甲兄弟姊妹相甲组织，通过礼拜，学了你，感谢你，要来领受主上帝你的恩赐，你的赏赐。主上帝，这真正毋是靠阮的熬，靠阮家己的才情。嘛，毋是因为阮的血气所做的决定，这拢是你的预定，你的福气甲恩典，伫早前就计划好。所以恳求主上帝，既然阮领受安尼的福分，求主互阮珍惜，互阮把握安尼机会，倒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有悔改的代志，有认罪的代志，有恳求的代志，拢恳求你的神，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会当互阮用你来摆列甲仰望，也感谢主，将你的话授赐互阮，求你的神继续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，启示阮，授赐互阮亮光，将这个将做阮未来性命要行大的一个准证。主上帝，阮正等下要分享的过程，全然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求你亲自来引带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信心降临节是一个呼吁咱基督徒爱将信仰实践的一个节期。这个主日是信心降临节第4主日。第4主日，互咱一个信息，要教示咱基督徒，以及要教示咱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。第4主日教示咱爱凡事心存谦卑，安静温柔，细腻斟酌。将一切的荣耀归乎上帝，就求信心永远甲咱三角地地，免得咱失丧沉沦。是安那第4主日的经文会教示咱这，因为第4主日的经文嘛教示咱，上帝伊的计划甲律例无人知影。上帝作为极其奥妙，上帝的赏赐引带甲运行，拢超越人的想象，独独人对人讲，上帝对人掌权，总是咱人无法度回头来接压上帝。总是现代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讲，到底咱什么时阵，尤其是基督徒，会当脱离上帝的掌权？什么时阵咱会当毋免插上帝对人的掌权？甚至咱来想，咱敢真正基督徒拢安尼时时刻刻？拢含服伫上帝的权柄下面。今仔日的经文，咱亲像是要甲咱解说讲，上帝国是啥物？上帝国是一个啥物款的状态？其实，咱若是有印象的话，牧师对较早的讲道到现在，其实拢陆陆续续拢有来介绍啥物货是上帝国。啥物货是上帝国？若是以字面上来看的话，就是上帝的国度，若是更较深入来解说，就是上帝权柄的范围。上帝权柄的范围，若是讲这个上帝权柄的范围要实际来运用，就是咱人爱活伫上帝的掌权下面，活伫上帝的掌权下面。接续，你若是真正活伫上帝掌权下面，咱有一个基本的精神。基本的精神是啥物？基本精神就是你爱凡事尊主最大，你爱凡事掠上帝做第一，因为上帝是咱生活处事的大先考虑，凡事拢在掠上帝做第一，尊主最大，这就是确实活伫上帝国的基本人物。今仔日的经文记载耶稣所设的2个比喻。看起来就那亲像真正是要甲咱介绍上帝国亲像啥物？上帝国是一个啥物款的状态？不过我要讲的是，这拢毋是这2个比喻，耶稣直接讲这2个比喻的这个目的。咱手头若是有圣经，来当掀起来看，牧师安尼介绍，咱会较清楚。实际上，是咱所领受的经文中间，
第4章第1节到34节，第4章第1节到34节，这整个真大的段落，耶稣只有讲一个比喻。耶稣只有讲一个比喻，就是第4章的第3节到第8节。然后讲了后，私底下耶稣对伊的学生解说这个比喻的意思，是14节到32节。14节到32节，所以21节到32节，咱看到连续3个比喻：灯火的比喻、野种生长的比喻，以及挂菜子的比喻。其实这3个比喻拢要，并不是耶稣另外对上帝国有别种的介绍，不是，是要来加强野种比喻的解说，是要来加强野种比喻的解说。那呢，今仔日咱所领受这2大比喻，这个经文到底是要来加强解说什么？其实是要来解说讲好土。耶稣所讲的4种土内底，这个好的土，是安怎会当接受种子？有法度接受种子，甚至压落去的种子，有法度成长到互人无法度想象的这个状态。咱若是愿意，咱请顶悬操作 PPT 的人，咱做一届来读咱今仔日的经文，好无？这2段的这个比喻的经文，咱做伙来读一届。好，咱做伙来读26节开始，请。是水，搁后来水就结成五谷，五谷一定熟。好，就到这，到32节。好，咱恢复这个 PPT。好，到32节。毋知咱这读、这看、这领受的过程中间，咱敢有发现讲，这2个比喻，耶稣拢是用人所无法度来预测、无法度掌管的这个大自然的现象，来解说上帝的掌管甲运行。其实人的正造要有修行无？这伫旧约圣经的生学内底，其实就存在上帝掌管安尼的观念。咱若是看旧约圣经，不管是对律法册、历史册，还是先知册，其实你拢会看到安尼的记载。有记载讲，土地若是要出产，甲敬畏上帝之间，其实有真密切的这个关系。意思是讲，当咱看到这个经文，拢是记载讲，以色列人若是无要敬拜上帝，无要遵照上帝律法诫命来行，那安尼，人不管安怎野种，安怎种植，上帝若无要降落雨水，伊就要互这个土地来打扫，无要互犹太人得到这个修行。那安尼，若是讲上帝收赐互以色列人有大丰收的时，总是这个大丰收所得到这五谷果子，以色列人无摕来感谢上帝，讹了上帝，反倒将这个修行摕来献祭予巴力这个偶像的时，上帝就差派这个草蜢来吞食犹太人一切的修行。简单讲，具有圣经的生学教是人，咱人的生命的生存。在是上帝的这个赏赐甲眷顾，人若是要挖靠家己的意思，挖靠家己的念头，挖靠家己的血气，我要讲的是，人若是要挖靠咱家己，不管咱开偌济时间、偌济气力，
上帝无欢喜，无甘力，无要赏赐，安尼到最后，人不过是浪费时间甲气力。所以人虽然用力，特别是古时代的人，不管因用开时间用力落去种作，拢是在自然的这个运行，掌握伫上帝的手中。相反，一粒种子压落去，要布芽，要大长，要开花结果子，拢在伫上帝的掌管。最近我伫网络顶面看到一个消息，这是科学家无法度解说。这个考古学家发现讲，有迄种子放要几百吨、几千吨。咱一般会想象，这种子讲得会种植，检采巧去啊，对无？总是这种子种落去，啊水应肥了后，既然得布芽、得成长，最后结果子。科学家无法度解说这种生命成长的问题，无法度。甲耶稣用这以色列人拢真熟悉的神学观念来解说，这个好的土是安那会当来接受这个种子，这个好的土是安那有法度互种子来布芽、成长、开花、结果子，甚至会当得到30倍、60倍到100倍。咱知影讲耶稣所讲的这个好的土，就是听到信息、欢喜接受、生命得到改变、更新的人。总是这款人、这种人是倒位？这种好土代表好土的人是倒位？对耶稣来讲，这种人就是顺服伊的呼召、跟对伊的脚步的人，也就是当时伊所竞选的这12个学生，就是耶稣心目中的这个好的土。总是这个好土对咱现代基督徒，那你是这个合适信仰的人来讲，好的土指的就是上帝所竞选的人，上帝所竞选的人。咱甲咱边仔的人讲，你是好土。透早的时阵，我甲因讲，你要跟旁边人说你是好土。来，你是好土。但是有人兼讲一个事，就大别人讲你好土安尼。属上帝的人为什么会当接受上帝国的道理？属上帝的人为什么会当遵照上帝的诫命律法去行？是安怎因的生命会当改变更新，到人会当见证、会当看去安尼的程度？是安怎？啥好的土代表好的土人会当做到安尼？这毋是靠人的智慧，毋是靠人的血气，完全是一上帝怜悯甲恩典下面，通过伊信心的运行伫这好土的顶面来动工，人才会当有结出安尼的结果。所以，既然欢喜来接受基督的呼召，愿意顺服，佮存这个开放的态度的时，我要讲的是，信心就要通过安尼。是安尼人的生命内底来动工，所以既然接受信心所做的人，生命绝对拢会活出新的款式，绝对会活出新的款式，绝对会改旧换新，绝对生命会得到进步甲改变。咱我发现讲耶稣牧师连续讲3个绝对，有无？绝对，啥？牧师要直接讲绝对，这就是要来呼应，要来回应符合这个灯火的比喻的加强的解说。啥好的土绝对会发生安尼？以咱来看，一个做事人，伊所野的这个种，伊所种的这个物件，若是修成30倍、60倍、100倍，做事人敢袂看到？敢袂看到？敢看会到？也当忽视讲哦，我的水果树发遐尼济水果，也当讲无啊，这甲平常时相共款吗？无法度忽视。一个人的生命有改变无？咱感受袂出来。甚至耶稣所讲的，当这个灯火的光照入黑暗的时，竟有啥物物件会当来压卡？用较简单的讲法，就是讲一个人。
是虾米款的土质，拢袂价值，拢袂增值。你到底是属伫虾米款的土质，拢袂价值。虽然耶稣私底下甲耶稣解说比喻，耶稣甲学生解说比喻，用安尼的教示来安慰这学生讲，因虽然出去传福音，因虽然出去压制，总是恁无一定会有结果。恁无一定会有结果，因为出去压境会拄到几种土，出去压境会拄到几种土，3种还是4种？遮尔无信心，敢当拄到3种？4种嘛，所以有3种压出去拢安怎？敢有修成？敢有结果？啊，总是压出去有1种的土会有结果嘛，对无？但安慰讲，你无一定有结果，总是迄个结果真少。总是回头，耶稣嘛是要来提醒这12个学生，因为因就是耶稣大成亚种的好土。这12个学生就是耶稣大成亚种的好土，所以伊毋望这12个好土先活出好土的款式，请这个学生确实来结出果子，30杯、60杯、100杯，因是耶稣要差遣出去传福音的人，恁达成的活出好土的款式，爱真正性命改变30杯、60杯、100杯。若是要出去传福音的人，家己的性命若无结果，若无啥物款的见证的话，咱毋通奇怪讲是安那，咱出去亚种拢无效果。迄是因为咱无大成活出即个好土的款式。不过，就算讲咱本身性命真有见证，咱的性命真有温顺，其实嘛无啥物好骄傲的。为什么？这完全是上帝恩典甲引带。上帝常常通过伊的信心，甲咱感动，甲咱引带，甲咱提醒，教示咱做正确的选择。总是我要讲的是，这拢是上帝一咱性命的工，咱不过是伫上帝怜悯下面来领受这的结果。不只是咱家己性命有见证的时，毋通骄傲。就算讲咱出去传福音，咱做事工做啊真好，真有成绩，真有结果的时，咱嘛袂使骄傲，因为这拢是上帝对咱的收视。相共款。圣神照伊的自由咧运行，运行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底。安尼我要讲的是，圣神嘛有伊的自由运行伫别人的生命内底。所以不管是咱家己的生命得到结果有好的见证的时，咱爱归因讲互上帝。就算讲是你是出去传福音，引带人来捌主，这个人的生命有改变、有更新、有进步，咱嘛毋通伤骄傲。因为这毋是咱的教，这嘛是信心自由的运行。自头到尾，拢是上帝借着伊的信心，在做亲自咧做工。就亲像咱头我所领受的第一段的比喻相共款，这是人教育会当做的，去压种、去压水、去应肥，然后期待收成。咱敢捌看过这是人压水、应肥了后？真正拍你窟一下看，迄种子当时发起来吗？无嘛，因为生命成长在伫上帝的掌管嘛。这是人只是教育会当做的，压水应肥，期待收成。总是这是人无法度解说即个生命成长的问题，伊无法度去掌握即个种子要安怎来成果。相共款，咱基督徒。无法度去掌握圣神要安怎运行伫咱的生命内底，总是咱有缘有咱应该做的，咱知影爱做的。要做啥物？照咱所得到的教育，咱敢有需要操练读经？咱敢有需要操练读经？爱嘛？咱爱操练祈祷嘛？对无？操练咱家己过一个灵修的圣洁生活，然后操练咱出去传福音，对无？这是咱基督徒应该爱做的，总是信心要安怎运行，上帝要安怎收视，上帝要安怎成这个代志，咱敢有法度去掌管？咱敢有法度掌握？咱无法度。上帝通过伊的信心
要安怎来塑造咱的性命？这是信心的自由，咱无法度知影。信心要安怎运行一别人的性命，要改变别人的性命，要伫啥物时阵改变？要安怎改变？要经历啥物会来改变？咱有法度掌握？上帝有伊的时，有伊的时间，有伊的安排甲列意，一切的权柄拢掌握伫上帝的手中。咱无法度来做决定啥物。咱只有会当想要做是人安尼，做应该做的，就是亚种，就是压水，就是应肥，然后期待伊成长。基督徒应该做的，就是操练祈祷、操练读经、灵修，然后准备心，互信心来甲咱塑造，做咱应该爱做的。耶稣除了互伊的学生明白讲，性命的改变甲成长，主权在伫上帝以外，伊嘛来用安尼来坚固伊的学生的即个信心。这12个学生是耶稣当时唯一的好徒，唯一的好徒。意思是讲，当时只有这12个学生是真正活伫上帝的掌权下面。因为咱若是照福音书来看，这12个学生是确实来回应耶稣的呼召，然后愿意顺服伫上帝的权柄下面。不过，伫遮咱会看去讲，耶稣所呼召的学生有几个？当时有几个？12个对无？可能咱会想讲，耶稣迄时阵传福音，再加上耶稣本身，这12个较有效。12个好徒，再加上耶稣，安尼较有效。咱可能会想讲，耶稣敢是真憨慢？世界去传福音，世界去讲道、医病赶鬼，服侍遐尼济人，服侍遐尼济，总是最后只有几个人跟对伊？只有几个人跟对伊？12个。是耶稣真憨慢吗？还是真正只有好徒，靠法度来回应上帝的呼召？耶稣直接用芥菜籽的这个成长，来比喻上帝的掌权，要安怎来慢慢扩展？咱爱知影讲，虽然这12个学生是好徒，这12个学生是好徒，总是我要讲的是，一当下，这个学生敢完全明白耶稣啊？敢完全明白耶稣啊？伫耶稣讲这段比喻的时阵，因还无完全明白耶稣。好，因军队耶稣3天的时间了后，这学生敢有人陪耶稣行到最后，做伙来面对十字架，顶伫十字架顶，敢有人？拢无人嘛。因敢毋是伫信心充满了后，较真正将性命的权柄交托互上帝，然后活出基督的款式，敢毋是？所以，这基督徒，这门徒，因性命的改变、更新的过程，敢有需要时间？敢有上帝的时？有上帝的时，有上帝的时间。耶稣伫这个世间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上帝只有予伊12个好徒。上帝予伊的圣囝耶稣基督伫世间传福音，身躯边敢有12个好徒。总是这12个好徒，是耶稣亲身的教导下面，以及后来信心的充满，手术因溃烂了后，这学生敢毋是最后拢有活出基督的生命力，活出基督的生命力。通过这个生命力，敢毋是有愈来愈多的好徒出现，来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。芥菜籽的比喻，就是咧讲这。虽然芥菜籽真少，总是指这个芥菜籽的内面的生命力，却会当成长到人所无法度想象的这个地步。所发起来是比其他的菜色都愈较大丛。军队耶稣的好徒嘛是安尼，检采人数真少，人真少，溃烂
真美色，真无力。总是伫即个少少的人、少少的困难内面，即个生命力，上帝要安怎运用？上帝要安怎来引带？拢有上帝美好的意思。咱毋通看轻咱每一个人，是咱内底生命、灵性的生命力。咱每一个人，就若想要挂菜籽相共款，气力有限，温数有限，总是咱内底每一个人拢有基督的生命力。上帝要引带咱，要使用咱。总讲一句，耶稣爱伊这12个学生，因爱大声活出好图的款式，然后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无骄傲，嘛无劣质，因为一切拢有上帝的捏力。虽然当中时间有12个人人数真少，总是毋通看轻上帝要通过信心来使用因的即个生命力。因为通过即个生命力，小小的生命力，要吸引愈较侪的好徒来回应基督的呼召，来做伙含服伫上帝的掌权下面。耶稣伫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所拄到面对的犹太人，每一个人拢讲伊是上帝的选民，每一个人讲讲犹太人会当得救，大家人拢讲上帝是因的爸、因的主。大家人拢安尼讲，总是上帝互耶稣的门徒几个？12个啊！每一个人拢讲我是上帝的选民啦，总是真正互上帝信任，讲真正要含服伫上帝国的几个？12个尔。刚好这12个真正要顺服活伫上帝的权柄下面，伫咱教会内底。咱拢讲家己是基督徒，总是上帝到底安怎看待咱？这是咱每一个人爱去面对的功课。咱无需要去看别人安怎样，无需要看别人，咱反省家己、监察家己就好。因为好图、歹图，拢是上帝权柄下面。一个生命要成长、要改变、要结果子，这嘛是信心自由的运行。生命的改变甲更新，迄个时间甲日期，迄拢有上帝安排甲列理。总是当咱知影是安尼情形下了后，咱也是会当学习用安静、温柔、谦卑的心来学习发生在咱身躯边的代志的时，我想这是咱上有智慧的选择。用谦卑、温柔、安静的心来看、来学习。当咱若真正有法度安静、温柔、谦卑来看待、来学习每一个在咱身躯边的代志的时，我要讲的是，你嘛有相共款，有结出好的果子。咱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恳求你怜悯阮，阮要相信一件代志，阮就是你所拣选好的途。总是阮愈较需要伫这好的途的顶面，有你信心的运行，有你信心的管压，有你信心的塑造甲引带，阮的生命才有法度来成长，然后结果子。恳求主上帝，嘛求你来引带阮，亲像做事人相共款，做应该做的代志。阮基督徒平常时就是爱操练读经、祈祷，过一个灵修的生活。总是主上帝，你要安怎来改变阮、塑造阮？这拢有上帝你的时、你的期甲方式。愿主互阮时常用一颗谦卑、温柔、安静的心来学习，来听候主上帝你对阮的引带。愿主你的神安尼来继续引带阮、坚固阮。祈祷仰望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咱来吟圣诗第638首。咱得出欢喜的声。
尊下，主上帝替咱安排，所有保密入出来，叫入圣殿来敬拜，好了上帝大人爱，全世界受主管理。出山最严更义，你甲配就是落地，最快中心到落尾，大先归回就结子，然后修仙到前期。我爱家最好的情，我做欢喜受入去，咱的主过来一时，就把所千归地地，到时地咱地面就最后起别拢相主的天使要临到，愿会小配是最好，总是所有好歌，好主受入真快乐。主耶稣经过来，这汉修仙入出来，主就你的情甲你，好因得头帮欢喜，求你实现到前期。请坐，即时来奉献，请文人执事甲泰山执事。请咱第一摆来咱教会人，毋知影奉献的意义的，你毋免奉献。
请坐。请咱来念今仔日金句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通行，你的所做奇妙，这是我的心知的。诗篇139篇14节，请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我受造奇妙通行，你的所做奇妙，这是我的心知的。诗篇139篇14节，我要感谢你。因为我受造奇妙通行，你的所做奇妙，这是我的心知的。诗篇139篇14节。请咱来看周报的第一面，有服侍当工，请咱家己来注意咱每一人服侍的时间。聚会周间的聚会，请咱兄弟委员家己来看。小组的聚会伫第3面，委员请咱兄弟来看。奉献的部分，委员请兄弟注意，若毋对，请咱的中心来更正。请咱来看第6面消息的报告。本主日为着总会事工奉献主日，请兄弟为这个事工关心甲大道奉献。下主日的中昼要召开关系部的会议，请部员来出席参加。阁有1点要伫这个办公室要召开行政部的会议，委员请行政部的部员来准时参加。教会消息：参加礼拜，请兄弟爱去佩戴名牌刷卡。咱的目的就是要关怀咱的会友的近况。并请兄弟去到4楼吼，这个礼拜堂，咱来坐伫礼拜堂，礼拜顺承坐来第4楼啊吼。第2点就是教会2008年的夏季学校的品格教育营开始报名，伊的这个主题甲咱的时间报名，请兄弟来看，也会使请咱厝边的朋友来参加。第3，社区的才艺班的招生吼，请咱来看者，这内底有第2期的社区的舞蹈花艺班，吼，请咱兄弟来看者，委员邀请咱的厝边朋友来做伙参加。教界消息，咱的牧师要伫6月20，就是拜3的上午10点，要前往到新德中会事务所参加第78届的第6摆中委会，甲这个区长的中联席会吼，请咱来带导。第2，新德教会设教140周年的篮球联谊赛吼，这就是牧师嘛之前有报告过，请咱兄弟这来去参加这个伊的活动吼。过来第3点，平安7月节音乐会报名要开始。请咱兄弟委员，请咱好朋友厝边头尾来听吼。过来第4，全国妇女的灵修营，活出上帝眼中的你，请咱兄弟这个姊妹也来报名参加，请咱家己看内底的内容。第6，新德中会第2届圣经神学研究班，嘛是这个对象是咱新德中会这个少青团契辅导吼，请咱做伙来注意这个报告。具体消息，本会张怡君的女儿张敏轩姐妹，甲陈伟成弟兄，定伫今仔日下晡3点，伫咱教会4楼礼拜堂举行着结婚的感恩礼拜，敬请这个管理参加。为咱的这对新人来祝福甲带导。第2，本会病家副长老的爸爸，就是病心叶兄弟，伫这个6月14日的凌晨3点09分安息主怀。因为这个
伊的职是伫迦南教会，所以这个丧葬的事宜由迦南教会来安排。请咱兄弟也未万心，为这个家属来代祷、甲关心。这边请牧师来补充报告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牧师直接做介绍甲补充报告。来先，咱来欢迎地位州牧师夫妇甲牧师娘有来到咱中间，甲咱做敬拜上帝，咱拍鼓仔声。好，咱嘛继续为着地牧师夫妇因身体健康以及目前因的服侍，继续来关心甲代祷。一只牧师嘛要来做一个呼吁，毋望咱会当往头前来坐啦，吼，往头前来坐。咱看咱身躯边四周围的人，咱看美林这头前3排，拢无人坐。系啊，我看伊目屎强要淋落来安尼。吼，好虽然咱可能拢有家己的升学解说，也是讲家己的信仰坚持等等遮的，总是咱教会有当时呼吁一寡的规矩，毋是要来甲咱限制，还是讲要来甲咱捆绑，只是讲咱毋望咱照这个规矩。毋望互咱教会照这程序，安尼会当愈来愈好，会当愈来愈好。一只牧师们要来呼吁即个下季下校已经开始报名，是咱外口咱会交代即个道吼，遐有一个报名处，遐有一个报名处，毋望咱会当踊跃来参与。伫迄个中间嘛有真侪即个宣传单，咱若是讲注意到头尾吼，厝边有熟识的囡仔，要当摕迄宣传单来到宣传。名额有限，毋望咱会当把握即个机会。好，伫即个头我有讲到即篮球比赛吼，日期愈来愈近啊吼，8月4号来，最近有得开始家己咧训练运动的，请摇手，互牧师知影。好，敢有一个人吼，好，毋望愈较侪人吼。无就是讲，其他人拢在做按摩队啦吼，因为起日落来绝对拢会丢筋受伤安尼，拢在做按摩队、啦啦队。最近落雨不要紧，不过一未来每一个拜六透早8点，阳明公园吼，拢会有，阮拢会一寡人拢会做伙一下练球、拍球，一下练习默契安尼啦吼。毋望你若是要做伙来运动、拍球，透早拜六透早是阳明公园8点。一下，阮会做伙一只练球。好，以上一只做补充的报告。请咱来吟上营第387首《荣光归圣父上帝》。请咱起立。圣的上帝，愿更显他圣心三位的，在地的现在地的，将来也永远地的，无穷无尽。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信心的相通引带，愿三位一体上帝你的神提醒阮，受你竞选成做好徒的目的是啥物？就是常常结果子来荣耀主上帝你的名，对即时直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
现在请坐，祝歌。第二摆，请咱兄弟做伙来唱。愿主恩爱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，愿主所望你心心地安宁。主的光，电乐、木刀。伫举行平安夜进前，请咱兄弟注意，咱是11点半才会使去老用爱餐，所以请咱等下交易时间吼，尽量甲10个朋友来凑一下吼，谢谢。请咱起立。